烈行商业道路进前放弃的所在搁放弃，石头当然是咧落雨同款，搁落到路中。自天顶看，放弃的面积真大，干务单位敢若会使趁无落石头的时阵赶紧相通，嘛好民众非必要莫来这个路段。呼吁用路人228连假期间，如非必要，避免进入该山区。仁爱乡烈行商业道路是在地道路通往埔里的要道，不过15.8K 翠峦路段因为大雨，这个月强要逐工拢咧落石头，互居民出入真无方便。要绕台八线往梨山、大一岭这样绕一大圈了。大概要4个钟头啊，到埔里啊，常雪的塞车哦，那又更久了，时间又更久了。做一个比较可以预防落石、保护民众通行安全的一个设施。虽然烈行商业道路是通往梨山和武陵农场的替代路线，不过即马一直咧落石头，警方嘛呼吁民众28连假期间暂时莫去，较安全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